純情啦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即係呢個都叫做係我最近出嘅歌啦，即係叫做比較新嘅歌啦。咁其實就想講，你表面望嘅嘢，其實唔一定係佢實質嗰樣嘢，可能係因為佢為咗想避免一啲嘢而特登着咗一套盔甲，而佢盔甲下面嗰個真面目願唔願意俾你睇咧？可能係因為受過太多傷，所以已經唔夠膽再俾你睇。咁所以我哋一齊嚟感受下呢個其實我不是那麼的純情。Thank you。其實我不是那麼的純情。